咁但係健康方面就好似都幾多聽眾喺個多健康係好多人得益嘅，嗯，好健康多人得益，因為一定有效。嗯，即係我唔敢講話我係高手啦，但都研究咗幾十年啦，研究呢個人體嘅自然療法。嗯，啊，我哋古代講啊叫足油科啦，喺印度嘅嗰啲古老嘅玄門嘅醫術，即係完全唔使靠食藥，係可以令到自己個身體功能咧可以自我修復嘅。呢個咧係研究咗好多年咯。所以嗰個木方保健班咧值得讀嗰啲人。嗯，唔學就走寶啊。嗯，嗯。